Grand Award winner is Mr. Gibson。我本身係一個土木工程師嚟嘅，其實呢就做 contractor 多嘅。咁啊，以前呢係喺高鐵嘅年代呢，咁啊發覺哇好多嘢原來好複雜，唔係用 2D 圖紙可以解決嘅問題。咁啊有呢個興趣之下呢，就2016年開始啦。咁啊開始咗自己準備開公司。咁啊呢7年嚟咁就創立咗自己嘅公司，慢慢咁啊 form 咗自己嘅團隊。咁啊都係一個成就嚟嘅。就係我由1人團隊去到今日40人嘅一間 BIM consultancy， 咁啊希望可以將一個專業嘅 BIM 服務帶俾我嘅客戶。BIM 呢一個有另一個意義，就係真係喺翻自己 civil engineering 同埋 BIM 嘅界別入邊呢，希望將一啲最新嘅技術或者一啲更加專業嘅 BIM 知識呢，可以帶到俾客戶，令到呢喺建築行業真係好普及化地去用 BIM， 甚至乎今年我哋希望 elevate 去到另一個 level， 就係透過 AI 去融入 BIM 入邊嘅。